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，今天是2026年3月24号。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，聊聊中国的房地产。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。彭博社说万科向几大银行提议将贷款展期最长达10年，这个底气不错，要求银行把这个展期10年，今年到期的先不还了，10年以后。陷入困境的中国开发商万科正考虑将债务期限延长至多10年，作为更广泛重组计划的一部分。根据万科最新的年度报告，截至去年底，公司约有3610亿元人民币的计息借款，其中44%将在12个月内到期。这些借款大部分为银行贷款，银行贷款总额2579亿元人民币，占公司总负债的大头。我们牛马韭菜买套房还不起了，如果也能像开发商这样跟银行谈10年以后再还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万科确实现在是困境中，深陷泥潭，难以自拔。为什么这么说？说来说去，核心就是房子卖不掉，去化难，想回笼现金非常难。昨天咱们节目上已经说过了，有一家上市公司叫什么 DO 什么玩意的，好像是生产什么瓷砖的或者马桶，反正跟建筑有关的，他就接受了这个房企以物抵债。关键还不是一家房企，这房企有万科，有那暴雷房企，还有央企。我昨天节目说了，这说明什么？别管什么央企还是暴雷房企，现金流都很困难，都是因为房子卖不掉，没办法，给供应商没钱结，只好拿房子抵。不知道万科能不能把房子抵给银行，到期了还不起，把房子抵给你算了。这个万科的难还在于它内部也在进行优化精简。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，说万科大裁员。近日，万科物业开始了裁员与调岗，还不光是万科，是万科物业啊。根据公开数据和员工爆料，万科物业的裁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说集团整体裁员，从2020年末到2024年末，万科集团员工总数从14万减少至12.8万，累计减少1.3万人，裁员比例是10%。但需要说明的是，这些裁员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开发系统，而物业服务板块员工数量此期间相对稳定。大家也知道这物业相对稳定，因为你服务这么多小区，这么多楼盘，你就需要这么多人，而且只要业主定期按时交物业费，他的收入是恒定的，所以这个员工也应该想稳定才对。但是现在也要裁员，2024年物业板块有10.2万人。说2026年3月，有员工爆料称，万科物业在江浙沪区域进行小范围员工清退，多名员工被调岗或辞退。有员工反映，公司从2025年5月开始要求长期加班，工资缩水，不足额缴纳五险一金，疑似为变相裁员做铺垫。有员工说，最近开始裁员了，接到领导的面谈，我最不能理解的是，一线是为业主服务的，为啥要裁掉？我工资不涨，不应该是因为我拖累了公司啊！我觉得最应该裁掉的是中后台人员，一天坐办公室，脑袋一天800个想法，一会儿让我们填这个表，一会儿填那个表，填不完的表格，而且经理每天各种开会。我就问问业主，花钱请你们来服务的，你们用在业主身上花了多长时间？总之，理论上物业这一块应该是很稳定的，结果现在物业也要裁员，那就说明万科已经真的到了望风火急、火烧眉毛的地步。万物云不还有万科的这个应收账款20多个亿吗？说明它资金被挪用啊。这是万科，其他的咱就不聊了。我们再看看这个彭博社啊，它对中国楼市或许是受最近什么小阳春的影响，也开始看多了，至少是稳定。彭博社它有一篇报道叫楼市低迷趋势出现曙光，说中国的楼市已经看到了曙光了。他是这么说的，说彭博社认为，他说房地产市场可能在2027年底触底反弹，房地产市场低迷的漫长隧道尽头出现了一丝曙光。自2021年达到峰值以来，新开工面积下降趋势正逐渐使供需重新趋于平衡。2021年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面积达到了 15.65 亿平方米，峰值。这意味着仅这一年，按城市40平米人均住房面积估算，全国新建住房面积就可以满足4000万人居住需求。
这是2021年那一年就盖了可以容纳4000万人居住的房子。第三方机构估算，这远远超出了包括出生人口、城镇化人口和改善人口的住房需求总和的2倍以上。这不就是产能过剩吗？供大于求，对吧？就是4000万人居住的房子，2021年一年就盖完了。这是正常需求，把所有的需求加上，是它的2倍。缺口全部被投资和投机住房需求暂时填补。这些炒房的，这些唱多的，他根本就不顾这些。你说泡沫有多大？房地产泡沫就像那个新能源汽车一样的，你开足马力生产，够全球消化2年，就是你1年生产的，全球要消化2年。2021年的房地产就是这样，1年生产的够所有的需求的2年，而且还什么刚需改善全部给加上。所以说2021年泡沫破裂也很正常。近期北京、上海小阳春或许仍然是昙花一现，楼市短期并不存在止跌回稳的基础。预计2026年住房对 GDP 的贡献率将保持在 15% 以上，虽然仍然可观，但远低于2015年到2018年的 25% 的峰值。与此同时，高科技和绿色产业到2026年可能占 GDP 的 20% 左右，首次超越房地产相关行业。为实现升值加薪、推动深娃和房价止跌回稳赢得时间。房地产占家庭财富 60% 到 70%， 因此遏制房地产市场的下滑对于稳定消费者情绪和支出至关重要。彭博社预测，房地产市场的低迷期将从2021年的峰值持续到2027年的谷底，大约持续6年。这与美国的2006年至2012年房地产低迷期持续时间大致相同，但远远短于日本长达20年的低迷期。那这是彭博社他的一个报道，他认为这个楼市小阳春已经让这个楼市出现了一丝曙光，他认为到2027年就见底了，要反弹。这是一家之言，所以我们不能不说一说楼市小阳春。现在关于小阳春的报道那是特别多，已经从1线城市蔓延到2线城市，甚至黄金、什么廊坊、燕郊，都有各种报道。你比如说这个什么单日成交创5年新高，深圳二手房周度签约量连涨4周，那简直是捷报频传。乐友家研究中心监测数据，3月22号就是周日，深圳二手房门店签约量创下5年最高纪录。你感觉好像这个房地产烈火喷油的年代又回来了。同比前一周周日上涨 11%， 比2024年国庆假期单日历史峰值还要高出 4%。 同期二手房看房量也同步维持4连涨态势，触及近2年高点。这不光是乐友家一家这个数据显示，其他的机构监测数据同样印证了市场的热度。深圳贝壳研究院数据显示，3月9日至15日单周，贝壳深圳合作门店二手房签约量环比增长 45%， 创下近1年以来的周度新高。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监测数据则显示，同期二手房录得套数1616套，环比增长 35%。 你看这些数字让人感觉好像炒房的年代又回来了。再加上很多网上视频，北京、上海、深圳很多地方楼盘人头攒动，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去看房，所以给人感觉好像恍惚又回到了10年前。随着成交量持续放量，深圳二手房价格也出现了企稳信号。据乐友家研究中心数据，2026年2月深圳二手住宅成交均价达到 6.2 万元每平方米，这是自2025年6月以来，深圳房价经历8个月后首次重返6字头。这是深圳。那上海就更狠了，这个是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说，上海二手房成交量直追上一轮牛市，这个吓人，成交量跟上一轮牛市一样了。上海楼市冲刺3万套大关。这是第一财经报道，3月以来，上海二手房市场持续升温，成交规模正逼近关键阈值。根据网上房地产数据，截至3月22日，全市二手房成交已达到21443套，日均成交接近1000套。在政策松绑与传统金三银四的叠加作用下，周度成交创下自2021年以来的新高。
2021年不是楼市崩了吗？人家创了2021年以来的新高了，周末单日晚签多次突破1400套，市场活跃度亦显著提升。业内普遍将上海月成交2万套视为市场的荣枯线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北京是1.5万套，上海是2万套，也就是一个月超过2万套，就说明这个很活跃。二手房低于2万套那就比较低迷，它就是这么一个线。而3万套则意味着进入明显活跃区间。在当前成交节奏下，上海二手房市场时隔数年再次冲击3万套大关，不仅成为市场关注的核心悬念，也被视为楼市信心能否真正修复的重要风向标。这关于交易量，那价格呢？因为交易放量背后，价格端尚未出现同步上涨，这说法很有意思，但溢价空间明显收窄，部分房东预期抬升，涨价现象也开始零星出现。第一财经说到，也就是房价并没有涨，房价还在下跌，但是跌的空间小了。现在成交量放量，但是价格跌幅收窄，就这么说。甚至部分房东开始涨价了，这是上海给人感觉那个年代又回来了，错觉了。那北京更是厉害了，这个说北京二手房卖家开始硬气了。中介说之前能谈30万，现在能谈20万，但当然了，这个大基调都是降价。过去你跟人家谈，上来一刀砍30万，现在你只能一刀砍20万了，就是二手房卖家开始硬气了，就买的人多了呗。北京二手房成交量突破2万套，就有可能您昨天看的房子今天卖掉了。北京工作的郑先生啊，在看完房子的第2天，房产经纪人就电话告知他看中了一套二手房源，降价20万元成交了。进入2026年，包括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杭州等多地的新房二手房成交量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，市场进入小阳春行情。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对中新经纬表示，从当前势头看，楼市进入小阳春行情，预计今年3月全月二手房晚签量将超过2万套，高于2025年3月的1.9万套。这个是北京要超过2万套，北京的荣枯线是1.5万套。那你看北京、上海都很厉害，这个我们总结一下，北京、上海的成交量那是感觉很火热，但是价格还是在下降的，但是下降的幅度小了。这是第一财经报道，一个是中新经纬报道，是媒体报道，这不是咱们自己在这编的。那北京、上海、深圳说完了，那这个2线城市二手房也是成交暴增。我今天看媒体说，武汉二手房成交暴增，节后4周，武汉二手房成交量快速攀升，尤其是第3周和第4周。成交量爆表，创近2年周度新高。也就是说，从1线城市已经开始向2线城市，甚至向3线城市扩展了、蔓延。这个有网友说，廊坊二手房飞起来了。自2017年下半年转跌以来，作为黄金楼市泡沫破灭的重灾区，廊坊楼市下跌已经超过8年，8年的苦熬，房价膝盖涨。说今年小阳春出现了不太一样的信号。节后4周，二手房成交量快速攀升，这些媒体在这儿渲染，在这儿进行片面的报道，所以让海外的机构对中国楼市又产生信心，这也就怎么说，产生误判。经常看咱们节目的，咱们在去年就说了，今年5月之前一定会有一波小阳春，一定会大吹特吹，媒体还炒房的，还中介一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大肆渲染，让你产生误判。咱们观点不变，你想卖房的一定要趁这个机会，不要坐地起价，要珍惜那个给你第一个开价的那个人，赶紧卖给他。想买房的等一等，你何必这个时候跑去什么售楼处还去排队？就这个年代买房还排队，你看房还排队，现在门口叫号进去，你说这不扯淡吗？这房子根本卖不掉，他玩这一套，根本就不去，就别惯着毛病。你非要这个时候去，那你是叫自取其辱。房子多的是。房子现在不是稀缺是吧？是供大于求。刚才彭博社就说了，这个2021年1年就盖的房子够2年正常需求的2倍。现在咱们房子的库存就是不盖新房子，就这么卖，要卖36个月才能卖完，也就是卖3年。你这3年别盖房子，这现有的这些库存的房子来卖，也卖3年，你为啥着急呢？好了，这个小阳春不仅把国外的这些机构迷惑了，外国人不了解中国很理解，也说得过去。但是国内的这些专家也开始鼓吹了，又看到了希望了。我刚才看到经济学家马关元
他发了个视频，他说北京、上海抢房市场反转来了，他打了个问号，那意思是反转来了。他这个视频6-7分钟，挺长的，我就不放了，我给大家转述一下，就他的观点。他说2020年3月是判断全年房地产走势的关键窗口期。马冠元认为，他春节后数据趋于正常，一线楼市出现明显的回暖迹象。从成交量看，他说北京每天超过400套，3月1万达到 1.9 万套，跟刚才中信经纬报道的差不多。中信经纬说2万套，他说 1.9 万套，远超 1.5 万套的荣枯线。上海日均超过1300套，月成交1万 2.7 到3万套，超过 2.4 万套荣枯线。马冠元他认为上海的荣枯线是 2.4 万套，这个无所谓，反正是超过了。那深圳的签约量环比升 130%， 广州上半月成交4000套。马冠元就认为一线城市北上广深成交量全面突破荣枯线，市场热度回升，这是成交量。从价格上说，马冠元他说新房方面，一线城市整体持平或小涨，这个是统计局的数字，或者是中指研究院的科尔瑞的数据都显示，北京、上海这个新房是涨的，深圳、广州仍在调整。那二手房方面，马冠元认为北京、上海环比出现上涨，为去年3月以来首次，普遍下跌局面已显著改善。但他这个跟第一财经和中信经纬说的就不一样了。第一财经和中信经纬都说了，一个上海一个北京，它是价格上是下降的，只是下降的幅度有限了。以前你能砍20-30万，现在只能砍20万了。但是马冠元他认为环比上涨了二手房，北京、上海，但这个恐怕是个人判断，或者他不知道从哪儿看到的数据是涨的。他认为普遍下跌局面已显著改善，所以马冠元他就得出个结论，核心判断，他认为一线城市作为全国风向标基本已经稳住。记住了，今天是3月24号，我清楚的记得2024年大概10月份或者11月份，也就是不是9月份出台那个政策了吗？救市措施也是火爆，楼市火爆。大概过了1个多月，马冠元就做了个视频，信誓旦旦的说一线城市楼市稳住了，二线正在稳住的过程中，3、4线呢就困难一点。大概反正观点就是一线城市稳住了。结果后来2025年这个走势大家也知道了，一线城市补跌，加速下跌。现在过了1年半，马冠元老师再次宣布一线城市稳住了。这让我想起了这个地保老人一次又一次的宣布占领了红军城。今天是3月24号，我们过1个月再看，你晚一点过2个月到5月24号你再看，是不是一线城市稳住了？我估计马冠元老师再一次判断失误。你现在说一线城市稳住了，不如这就是许愿。他说一线城市房价下跌空间有限，他的理由是什么？他说我也不讲什么收入房价比，这些都说不清楚，统计口径不一样。他说我认为马冠元他认为北京的房子现在已经买得起了，部分区域已经进入买得起的区间。他再说再叠加政策，现在各个地方都在出政策，能宽松就宽松，政策还是有利于楼市稳定的。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？他认为全球房地产调整周期一般就是5到7年，这个规律。那咱们从21年开始到现在有5年了。第二个就是全球的房地产一般调整就是35%平均，那咱们马冠元认为咱们调整已经40%了，也就是说无论从调整时间还是调整的幅度，咱们都到了，这2个 KPI 都完成了，再加上政策配合宽松，再加上一线城市企稳，北京的房子牛马努力能买得起了，这是他的观点。所以说一线城市稳住了。2020年一线城市小阳春趋势确立，一线城市稳住有望带动全国楼市筑底企稳，并且马冠元判断今年成为中国房地产市场调整的最后1年，全面普涨时代已经结束。他说市场的底部往往出现在所有人最悲观之时。马冠元的观点我们过2月再来看看说的对不对，再错一次又何妨，就是这种。首先说北京的房价努力能买得起，这个属于马冠元老师，他就站着说话不腰疼，他收入可能还可以，他能买得起。但是对北京很多牛马来说，刚需房是什么？这些人恐怕也就25、6岁，大学刚毕业，或者27、8岁的，毕业工作了几年要结婚了，有的结了婚要孩子这叫刚需房。但是你说8岁、28、9岁这些人，以他现在的收入在北京买得起吗？难，除非说他真的在什么大厂，月薪4、5万，那是可以。如果月薪1万，月薪1万在北京是多数，不要以为北京上班或者人人都是3、5万一个月的，
那是少数好吗？你只要拿35万一个月，在全国什么地方都属于金领。北京大部分人地铁里挤来挤去的，那都是月薪1万8块钱，对吧？发到手1万块钱，那就是很不错的，发到自己工资卡上，那有1万的，对吧？这玩意不是咱们编的，你就看北京市什么可支配收入，再看看北京市的那些平均工资，每年都有公布的，你就知道了。所以，如果发到你手上有1万块钱，那绝对的在北京就不算差，当然也算不上特别好。那你说这样的人，他怎么买得起房？还是难。那些头部大厂那些员工该买的买了，对不对？你现在指望买的是这些人，你要割的韭菜是这些人，他买不起。所以说马官员他认为进入买得起的区间，我能理解他啊，因为我也这种感觉。因为北京的房子啊，你比如在通州，你预算300万，在通州可以买个房啊，而且也不算太差，感觉300万也不多。但是你说对一个27、8岁，你对他来说，年轻人1万多一个月的，那还是要命的，就是2个人买那也够呛，压力也不小。所以马官员认为这个房价已经进入买得起的区间，这个有点何不食肉糜的意思。你不能拿你的收入跟这个广大的牛马比，因为现在割韭菜已经割到韭菜根了，有的地方都已经给环卫工人给补贴了，让他去买房了，就说明该买的都买了，已经动员不了别人了，只能动员环卫工人。甚至有的动员农民去买，对不对？稍微优质点的韭菜已经割过了，现在就开始刨韭菜根。现在跟韭菜根说，你说现在房价很便宜，这韭菜根说我的收入更少，所以说我认为经济学家他有点对社会的基本面了解不够，也就是下沉的不够，多到群众中去走一走，接点地气。这是第二个，说全球房地产调整一般是5到7年，幅度35%。这种就有点这个叫什么刻舟求剑，我一直是这个观点，不要拿国外的那个经验到咱们这儿来生搬硬套，那肯定要出事。国外的这些东西只能参考，正常的市场下，应该是这样子。但是你忘了，咱们有自己的国情，它就不是一个正常市场。我举个例子，美西方有时候它政府它的管控力度弱，市场经济，但是房价下跌，人家虽然跌5年，但人家跌得快。一下就跌透了，我们跌5年，我们本来是5年也跌透的，但是由政府的大手在操控。你2021年的时候，很多地方还不让你降价，开发商说我想打8折，对不起，不让，要备案，打折卖房的统统让他改正，是吧？责令改正，卖来的房子还收回来，大家记得吧？管你是央企还是民企，那叫扰乱市场，不准打折，不准降价，你这么折腾，人家跌5年，你这5年够吗？所以我说，这个专家他不考虑这个实际情况。那美国他这个叫什么次贷危机，他没有说你这房子不能降价，你只能打95折卖，打9折就不行，罚款改正。那咱们这就不行，咱们这就要求你最多只能打95折，搞了2年，也就是最近房价跌成这样了，很多地方政府才放开，说你随便跌才不管。就这样，开发商如果降价卖，还得很多老业主还去闹事，维权去投诉举报。说扰乱市场，那政府现在出来说这是市场行为，那该卖多少钱卖多少钱，说明什么？说明过去是管了，投诉管用，现在政府也不管了，现在才放开。所以说你这个5到7年，看你怎么数。如果政府一直不管，任由它自由落体，那5年7年够了。恰恰你管了，你中间人工干预了，所以说5到7年这个数字不能生搬硬套。第二个说幅度跌幅35%。我觉得这个也不能生搬硬套，对吧？因为他说的是个平均值，平均值什么意思啊？既有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，也有日本、韩国都算进去了。实际上这里面还是差别很大的。人家日本的房价平均好像下跌60%吧，消失了30年，下跌60%。你咋不跟日本比？你老是跟那些好的去比。实际上我们看新房的价格还在涨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国家统计局每个月统计的。公布的那新房价格还在涨啊，上海新房价格就没跌过啊。当然，新房价格涨是因为统计口径，以往有叫使用面积、实际面积、销售面积，它不一样。现在你买的是100平的房子，你实际使用面积恐怕是110平，那你这么算，你的房价就不好算了。所以说，你看到房价的幅度来判断，说到底了，这个也是刻舟求剑。我认为至少你还考虑2个维度，就2个因素，一个是人口，我们现在人口是什么个情况？那美国跌了8年或者7年，它的人口是什么情况？第二个经济大环境，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期间，它是经历了什么一个经济？最后是靠七枝花、靠科技拯救了。那我们现在靠什么拯救？这大背景你不说，大环境你不分析，
因为这个大环境就决定了，只有韭菜的收入上来了，韭菜的预期上来了，他才会去买房。只有韭菜一出手，你房子才能真正的叫稳住。韭菜不出手，你哪里谈得上什么稳定不稳定？所以我个人认为，现在所谓的楼市小阳春确实有，就成交量上面是看上去红红火火，但实际上这个就是昙花一现，根基不稳。这个纯粹是因为刚需，刚的不能再刚的，这些人要买，他等不及了。有孩子要上学，有的马上要结婚，他已经等了这么长时间了，钱也攒得差不多了，七七八八的，对不对？赶紧买。这个小阳春的数据，实际上4月份我们就知道了，央行到时候把信贷数据一公布，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小阳春成色如何。这个居民部门的长期贷款有没有增加，或者增加多少？这个数字能说明问题。不要看中介媒体在这忽悠，我们看4月初，一般4月7、8号是吧？央行公布这个信贷数据，马上就看出来了。如果说居民的中长期贷款增速不明显，或者是增速没有达到预期，但是房子又卖了这么多，那就说明一个问题，大家都是尽量少贷款，杠杆非常低，100万的房子恨不得自己掏80万，然后再贷20万，因为实在凑不齐，这就说明是刚需，人家已经刚的不能再刚了，是实在是等不及要买房，钱也攒得差不多了。所以说经济学家、房产专家他看房子还是看表面，看什么成交量，看这些还没有综合看，所以他很难得出一个什么结论，叫正确的结论，一定会看走眼。如果央行公布的3月份居民长期贷款增速超预期，那说明买房的人信心来了，愿意贷款买房的人越来越多，这个说明信心有所恢复。所以现在下结论还早，但是我不改变我的观点了，也就是小阳春就是昙花一现，是下降过程中的一个小反弹、小波折，是这几年很多刚需积攒到今天。毕竟政策也公正了，各种优惠也到这儿了，产生一个公正，这一波释放完了就没了。后面真的是韭菜根了，这个我们可以密切关注，说的对不对？咱们再判断，再看。好，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